能动了吗？谢谢令狐师兄。穿衣服，赶紧走。好。小心！你受伤了。我缠着他，你快走！逞口舌之力的小子，受死吧你！华山剑法，不论华山、衡山，都是你这淫贼的死对头。就算是华山派掌门岳老头，也不是我的对手。令狐师兄，我来帮你。啊，原来你是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。不用管我，快去衡山城找人。大笨蛋，快走！你在这儿，我使不出华山派最精妙的剑法，杀了这个淫贼。小尼姑还未与我就地成亲，舍不得走。大笨蛋，快滚啊！令狐师兄，你坚持住，我去找师傅来帮你。你叫声爷爷，我就不杀你。要杀就杀，别废话。敬你是条汉子，给你留条活路。你以为衡山城就能吓住老子吗？我偏偏要在这儿将小尼姑就地正法。卖菜嘞！卖菜！卖菜！小美人儿，你可是让我找的好心。你把令狐师兄怎样了？令狐啊，当然是手起刀落。你，走吧。你居然能够自己冲破穴道，有点能耐。四怪的内力不受刺激，应该不会作乱。你若与他人动手，切记真气一定要绕开他们。你
说你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小尼姑，不顾自己的性命安危，好汉子！田兄好刀法。来，来，敬田兄煽动不杀之恩。哎，不过啊，我有一事不明。你说，你明明知道武功不如我，为何在山洞时，你不等我与小尼姑洞房花烛之时，再进来朝我的背后刺上那么一剑呢？那衡山畔的师妹不是便宜你了。再说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赢就是赢，输就是输，背后偷袭这种事儿，我令狐冲干不出来。令狐兄果然光明磊落，田某我叫你这个朋友，来。哎，田大有我阅女无数，今日是首次动情，春宵一刻值千金呐，告辞了。哎，非逼我动手是不是？令狐兄弟，我敬重你是你的豪气胆识，可真不是你的功夫。站着打，我打不过你；这坐着打，你不如我。哎，不瞒你说，我小时候腿上得过寒疾，有那么2年是坐着练刀的。你不如我的2年，你才练了2年，我整整练了18年。啊！哎，华山竟有如此精妙的剑法，田某倒是孤陋寡闻了。哎，非也非也，就是我呀，每天早上练功之前，在茅厕里蹲着，好多苍蝇飞来飞去，我就拿剑戳它，不知不觉，自悟了一套剑法出来。好你个令狐冲，我把你当朋友，你却把我比作那茅厕里的苍蝇。好，那我便领教领教。什么人？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塞北明婆穆高峰，是你什么人？穆大侠，是我长辈，你还不赶紧放了我！五岳剑派跟穆陀的素无瓜葛，他人呢？他老人家多半又去行侠仗义去了。穆陀的人品低下，不顾信义，为江湖之人所不齿。你倒会替他吹牛皮呀？啊！偏门道长，总在背后嚼舌根，就不怕闪了舌头？哼！穆陀子，你那邪道中人，难道还要贫道夸你不成？乖孙子，这马屁拍的爷爷很受用啊！穆高峰，你果然心狠手辣，连自己的晚辈都不放过。好说好说，说不送赔了。那刀剑无眼，伤了和气。哎呀，你个滑头小子啊，是怕打不过我，故意找的这根木棍吧？哼，行，索性我也没有心想要取你性命，啊，就依你。哎，慢着，柚子，不是，咱俩这是比武，
比武就得有规矩。这样，咱俩谁屁股先离开凳子，谁就输。好，行，全都依你，行了吧？哎，等，又怎么了？输了的怎么办啊？输了我就拜你为师，行了吧？你拜我干嘛呀？要拜你得拜他。哎，但是不能有无礼的举动啊。行，都依你，行了吧？嗯。令狐兄弟，不行，咱俩今天就算打个平手，收手吧。放手！放手！哎，你个小滑头，险些上你的当了。令狐兄弟，你输了。什么？我说你输了。你输了。哎，我说你如此狼狈呀，为何说是我输了？咱俩今天怎么说的呀？谁的屁股先离开椅子，谁就……你，令狐师兄，依林小师傅，恭喜你收了位高徒啊！啊，拜师啊！想来账啊？拜就拜。师傅，受徒儿一拜。言而有信，是条汉子。你这朋友我令狐冲交定了。哎，又怎么了？刀。什么？刀？今日真是晦气，改日到华山找你喝酒去。小子，你干嘛要冒充我的孙子？晚辈素闻塞北明陀穆大侠最喜急人所难，扶危解困，一直好生仰慕。哼，真是胡说八道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何门何派？晚辈姓林，并无门派。听说扶危镖局一夜之间被人灭门，只跑了一个小子，
叫林平之。乖孙子，还想欺瞒爷爷吗？晚辈无意欺骗。你顶着老子的名头，到处招摇撞骗，这事儿怎么算？我交出辟邪剑谱，我不但不怪罪你，还帮你报仇，如何呀？晚辈求之不得。你这小驼子倒是识趣儿。穆大侠肯帮晚辈报血海深仇，请受林平之一拜。救命啊！别跑！救命啊！站住！救命啊！哦，原来是穆兄，多年不见。我管教自己的孙子，碍不着你们华山派吧？穆兄啊，那你看你是自己走呢，还是岳母送你一程啊？没想到堂堂的君子剑，如今也觊觎起辟邪剑谱了。嘿，走了。多谢几位出手相助。岳伯父，岳伯母，平之啊，你来的正好。这是镇南兄写给我的亲笔信，你拿去看看吧。若早知有此大难，我便应该亲自前往。真是愧对了镇南兄啊！晚辈糊涂，错怪华山派，还连累了灵山师姐。山儿，他怎么了？师姐吸引了苏山派的注意力，我才得以逃脱。嵩山派现在还没有撕破脸皮，然而不会怎么样的。平之，起来吧。求岳伯伯收我入华山派门下。我此时收你为徒，那便落了别人的话柄。此事还是容后再议吧。谢师妹。还不知道师妹法号？啊，我叫夷琳。
前华山也有很多萤火虫，我总是抓很多，放在袋子里，挂在小师妹床头，这样她才睡得着。令狐师兄，想必是十分喜欢这位小师妹，你们的关系一定是极好的了。怎么了？小师妹喜欢的并不是我。给。谢谢。二姐，干嘛不直接下毒？寻常毒药骗不了高手，只有这10香软禁散，无色无味，不易被察觉。司道领导有不自知啊！可找到林平之吗？岳不群横插了一杠子，把人给抢跑了。岳老儿贪得无厌，自己吃肉却不让别人喝汤。吴越高手积极于此，我不便现身，不如在他们回华山的路上拦住他们，抢回剑谱。好，明日静观其变，将这团浑水搅得越浑越好。最理想的就是五岳内部拼个2败俱伤。见过岳掌门，师傅啊，一直念叨您老人家，快里边请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走。珊儿，师妹，珊儿，爹娘。丁兄，你这是何意？岳掌门心知肚明，丁某在此恭候多时了。姓丁的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欺负一个女孩子！林平之，你身为嵩山派弟子，混在华山派当中，还不滚过来！平之，你是何时加入嵩山派的？一路上，他们对我威逼利诱，我才假装拜师，好伺机逃走。林平之，你敢欺师灭祖！丁兄，此事与小女无关，你觉得呢？珊师姐，
岳不群，你打定主意要和我们嵩山对立吗？你此话差矣。平之是故人之子，岳某应当全力保护他。林平之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承不承认自己是嵩山弟子？求岳伯伯，求您看在先父的面上，收平之为徒。爹，小林子身世可怜，孤苦伶仃，您就收了他吧。师哥，你若是不收他，平之难免要落到奸人手中。镇南兄，你泉下安心，岳某定会把平之培养成才。谢谢你，师父。来，平之，起来。令狐师兄，你和你的小师妹从小一起长大，一起练剑，她自然是喜欢你更多。她刚结识福卫镖局的林少爷，又不了解他的品性，是不会当真喜欢他的。小师妹第一次看见林平之时的眼神，是我从来没见过的。林少爷，人品、相貌、出身样样都好，甚至和我师父都有几分相似。我跟他比，更是差了10万8千里。小师妹会喜欢他，不奇怪。等你见到他就知道了，也许你还会喜欢他呢。我不会喜欢他的。小师妹虽然和我一起长大，但是现在想想看，她一直都只是把我当大师兄看，总是觉得我太过胡闹轻浮，不像师父那样正正经经做人。林平之就是个正正经经的人。我觉得你很好。谢谢你，夷林师妹。还好有你在，要不然这荒郊野岭我身负重伤的，早就让狼吃了。哎，你……不过让你耽误了行程，还得让你师父担心了。你救了我，我一直陪你，这是我应分的。你还真是心地善良。
众位好友远道光临，乃是刘某脸上贴金，无胜感激，容我敬诸位一杯。兄弟我今日金盆洗手，从今往后，江湖上的是是非非不再过问我门下的弟子。若想改到其他门派，我绝不阻拦。刘某请诸位到此，乃是想请大家做个见证。本人刘正风蒙受恩师收入门下，未能将衡山派光大门楣，好在有莫师哥主持。多刘某一人不多，少刘某一人不少。从今往后，江湖上的是是非非、门派之争，绝不过问。若违背誓言，有如此晚。洗手仪式开始。抓住岳不群一家三口，不怕他不现身。且慢！左盟主，你这是何意？刘师弟，本座今天恐怕不能让你金盆洗手。刘某今日退出武林，不再接受五岳剑派的管辖，还望左盟主成全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左盟主说了，不许金盆洗手，没听见吗？左师兄，就算你是五岳剑派的盟主，可你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吧？金盆洗手乃是你刘师弟的私事，左盟主，你此举大大不妥。诸位，稍安勿躁。今天左某并非是强人所难，我只是为了全天下的武林同道的安危而已。笑话！不知道我刘某今日退出武林，如何碍得了武林同道的安危？刘振峰，你勾结魔教，图谋不轨，这些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。你胡说八道！我什么时候勾结魔教了？啊！魔教右手曲阳，你认识吗？刘师弟，刘师弟，曲大哥跟我是至交好友，我们二人只谈论音律，绝未做过危害武林同道人之事。你好糊涂啊！刘师弟，想必你也是被妖人蛊惑。本座今天就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要是能杀了曲阳，此事就一笔勾销。左盟主，曲大哥早已脱离了魔教，而且答应了刘某，绝不会再伤害武林同道人的性命。如今的他，已经跟魔教毫无半点瓜葛。况且，他是我的唯一知己，我怎能害他？
一日入魔教，终身为魔界妖人，定将格杀勿论。小子，左盟主已经给了你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别不识抬举。丁老二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！杀不杀曲阳？我刘某绝不苟且偷生，加害于朋友。好。好一个百变千幻衡山云雾13世！好，左盟主，在下无意与嵩山派为敌，还望高抬贵手。不要辜负了本座对你的一片好心，我的刘师弟。左盟主，我愿远赴西域，不再踏进中原一步。刘正风，正风，正风，夫人，夫人。识相的话，把我丁师兄给放了。放开我！飞斌，你还是不是人？正风，你快走，不要管我！你很难过是吧？我叫你放了我丁师兄。左盟主，胁迫妇孺、威逼他人是正派所为吗？非常时期就用非常手段，本座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这群伪君子，满口仁义道德，却连妇人都不放过。待会儿药性发作，定将嵩山畔的禽兽碎尸万段。刘贤弟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的确是我辈所为。可那姓屈的笑里藏刀，投你所好，显然是阴险的小人呐。岳掌门所言极是，刘师兄，还望三思啊！我的刘师弟，一定要逼我出手，为五岳剑派清理门户吗？恶贼！你们这帮恶贼！你们五岳剑派比魔教还要狠毒千倍啊！闭嘴！你。刘贤弟，若你不便出手，岳某愿替你料理的曲阳。岳师兄，你的好意在下心领了。屈大哥性情高洁，他有光风霁月的襟怀，况且他已经退出魔教，我二人相约隐居山林，不再过问世事了。无论是否退出，终身罪孽缠身。你与之勾结，就是勾结要挟，不被武林正道所容。你冥顽不灵，别怪我们无情了。来，哎，大年，大年。正风，你一定要以义气为主，万万不要为了我背上卖肉求荣、贪生怕死的罪名。夫人，夫人，出手！莫大先生，包庇刘正风，想跟五岳联盟作对吗？啊！夫人，
夫人。酒里有毒。刘振峰，你既然敢在酒里下毒，夫人，我跟你们拼了！狗贼！贤弟，我来迟了。我投，你自投罗网。刘振峰，你在酒里下毒，曲阳埋伏在此，你还敢说不加害武林同道吗？曲阳此时现身，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了。他是师父的生前好友，对咱们五毒教有恩。你先走。贤弟，你走，你走啊！曲大哥，曲大哥，曲药师，你快走！快点，快点！韦斌，你去追刘振峰和曲阳，这5个妖女留给我。好。耽搁了这么久，
怕是赶不上刘师叔的大典了。典礼结束，我就要随师傅回衡山了。日后有机会，我一定会去衡山看望师妹的。真的？当然，师妹宅心仁厚，日后衡山派掌门非你莫属，我当然得早点巴结。师兄别取笑我了，在山上我是最笨的，师姐她们强我100倍呢。去！喂，你们2个，有没有看到刘正风跟曲阳往哪边跑了？今日不是刘师叔的金盆洗手大典吗？少废话！我们一路下山不曾见到别人。你们叫什么名字？这荒山野岭的，在这儿做什么？哦，我是衡山派的夷陵，这位是华山派的令狐冲。去！琴箫合奏，难道是莹莹和绿竹前辈？走。以数年之功，创制出笑傲江湖，此曲之技，千古未有啊！今日合奏，将这一曲《笑傲江湖》发挥得淋漓尽致。世上已经有过这一曲，你我已经奏过了这一曲。人生于世，夫复何恨？弟弟，飞斌，你个畜生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想不到这纵横江湖的刘三爷跟屈右使，如今都折在我飞毛手里。该着了，老子我就要扬名天下！五妹，教主，教主，你先走，我们去拦住他。五妹，五妹，五妹。两位师伯，我们活不成了，别费心思了。你们不是他的对手，寻到机会，赶快逃！你们2个小兔崽子，不想活了啊？竟然敢救魔教中人！魔教中人就不是人了？再说刘师叔犯了什么罪，你如此残忍对待？我如今只想退出江湖，跟屈大哥钻研音律。你嵩山派苦苦相逼，害得我家破人亡。我不管你有任何理由，你勾结魔教就是死罪。你的妻儿、你的徒弟知情不报，通通都该死！放屁！嵩山派如此是非不分，还说自己是5岳盟主，
哎，令狐师兄，小子，我看你内伤目前估计时日不多，今儿老子就送你一程。教主，我没事。教主不要！吃秘药提升功力，不要想命了。朱雀，我任命你为下一任务独教教主，速回云南总坛。快走，快点带他们走！你想让我白白牺牲吗？快走！令狐师兄，小尼姑，哭得这么伤心，他是你的情郎吗？住手！我俩的性命可以拿走，把他们俩给放了。想得美！这小子既然敢骂嵩山派，我今天一定要他死！费师伯，你不要再枉造杀孽了。你陪师伯我共度春宵，若是哄得我开心，我就不杀他。啊，费斌，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嵩山派残污纳垢，更是日月神教10倍。义父，孩儿来迟了。令狐师兄，我已经被宗冷禅震断了心脉，救不了了。怀里有一本曲谱，拿上。我不在了，个几年。
到我。六师叔。此次若非左盟主晚到些时间的话，恐怕大伙儿早就遭遇魔教的毒手了。魔教贼子不敢与咱们明刀明枪相斗，竟是一些阴谋诡计啊！莫大先生御下不言，险些铸成大错。依我看，如果真是魔教的圈套，也不会只来区区的蓝凤凰和曲阳几个人。莫师兄，请你调一些衡山派的人来，防患于未然。你们看，莫大先生之前还拼命地维护刘正风，这记耳光可谓响亮。你身上还有白云熊胆丸吗？师兄，这妖女死就死了吧，何必浪费咱们的丹药呢？于沧海说是他救走了令狐冲，那他一定知道辟邪剑谱的下落。人死不能复生，兄台节哀。令狐兄身为五岳弟子，却不顾性命的为我义父出头，这份见识和胆识，实在难得。兄台谬赞，我只不过是看不惯嵩山派以正义之名行邪恶之事罢了。世上从不缺明辨是非的君子，只是少了那些敢于挺身而出的英雄豪杰。兄台武功卓绝，定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。敢问兄台尊姓大名啊？我的名字，你还是不要知道为好。今日令狐兄和银铃小师妹为华山和衡山结下善缘，日后在下必当报答。我跟银铃师妹也要去刘府与家属会合了，兄台后会有期。令狐兄，你的事情我也略有耳闻。衡山城此刻鱼龙混杂，还是不要去为好。我呀，若奸人栽赃嫁祸，此行是为了证明清白，我绝不让华山派蒙冤。也罢，我们就此别过。